多謝主席。主席，夏主任咧亦都曾經明確指出咧，應該要用好香港1180公里嘅海岸線同埋263個嘅島嶼。而文體旅局咧公布咗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亦都提及過咧係拓展海島旅遊嘅。因此咧，我首先咧係要感謝翻劉業強議員提出呢個議案啦，讓我哋可以咧係討論一下點樣可以善用香港嘅海島啦同埋海岸線嘅資源，推動咧海上旅遊發展嘅。我哋睇翻全球啦，其實不少沿海嘅城市咧，其實已經將海洋資源咧轉化為經濟同埋文化嘅雙引擎嘅。例如咧，意大利五漁村每一年咧係吸客咧250萬人次。新加坡咧係佔地約5平方公里嘅聖淘沙啦，大家比較熟悉。每年咧旅客接待量咧係接近2000萬，旅遊門票及旅遊套餐收入咧係接近1個億嘅美金。嗱，睇翻香港咧，儘管我自己嘅選區咧西貢咧係坐擁咗世界級嘅地質公園啦，保存完好嘅漁村文化啦，但仍然咧係不溫不火嘅。雖然咧政府過去咧係推出咗改善碼頭計劃啦，令到船隻係更容易去停泊、更方便，亦都有推出過西貢海藝術節等吸引遊客啦。但係咧喺旅發局嘅網頁上咧，訪港旅客最愛嘅10大景點咧都係冇海島嘅。咁所以咧可以睇到香港嘅藍色寶藏咧似乎尚未發光嘅。咁破解難題咧，香港不妨可以借鑑一啲成功嘅案例啦。我自己曾經都去過福建嘅鼓浪嶼啦，面積係一個1.8平方公里嘅小島啦，但係能夠成為咗每一年接待1000萬旅客嘅文化地標嘅。嗱，關鍵咧我留意過咧就係集中喺3個字：精、深同埋活嘅。精咧係精在嘅規劃，每日咧係限客5萬人嘅。並通過咧廈門經濟特區鼓浪嶼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咧，佢哋劃分咗核心區啦同埋緩衝區，做好咗保護嘅工作，同埋咧係守住生態嘅底線。深咧係指深挖嘅文化，修復45棟過百年嘅建築啦，打造咗鋼琴之島、音樂之島嘅品牌啦。其實讓每一條嘅街巷咧都有故事可以講得出嘅。活咧係活化體驗嘅，開發咗 AR 導覽啦、鼓浪嶼音樂季等新嘅業態，讓傳統咧同埋現代共舞嘅。鼓浪嶼嘅成功咧係話到俾我哋聽咧，海洋旅遊咧唔單止係睇住個海食海鮮，而係咧生態文化同創意嘅3重奏。主席，聚焦香港咧，西貢咧正係我哋破題嘅關鍵。呢度咧係已經有世界級嘅地質公園、萬宜水庫嘅碧波、鹽田梓嘅百年聖堂、橋咀洲嘅連島沙洲，每一處咧都係天然嘅博物館。所以因此我有以下嘅建議：第一咧係要調整劃分海上嘅區域，除咗保育區外咧，可以適當劃分一啲休閒嘅娛樂區，引入水上電單車等嘅項目啦。同時開發海上觀光嘅路線啦，引入玻璃底觀光船，參觀海洋生態同埋喺海上觀賞地質公園嘅全貌等等，相信亦都可以吸引不少嘅遊客。第二咧係政府除咗改善好個碼頭、便利船隻之外咧，亦都要改善陸路嘅交通嘅。根據發展局資料嘅顯示咧，而家咧旅客嚟香港咧最多都係內地嘅同胞為多嘅。而現時咧內地過關之後咧，如果要去到西貢嘅話咧，可能會比較好長嘅時間，所以咧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咧開發一啲旅遊專車啦，喺口岸直接可以去到呢一啲景點，包括西貢，增加交通嗰個便利性嘅。另外咧，而家咧進入萬宜水庫東壩咧，東壩大家知道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但係咧乘坐的士之外咧，同埋週末嘅小巴之外咧，其實其他車輛咧係需要申請許可證嘅。咁呢一度咧可唔可以咧放寬以上呢一啲旅遊專線，亦都可以令到一啲限額嘅私家車可以去得到。第三咧，其實香港長期依賴咧係購物美食等等呢啲吸引旅客嘅。咁我認為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做一啲民宿啦。其實咧我都同西貢嘅持份者溝通過。有一啲嘅小島咧，其實類似可以鼓浪嶼咁樣發展咧，其實係有電道有水道嘅。咁可能呢一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進行一啲嘅可行性研究咧，真係可以打造一個世界級嘅度假村，令到我哋香港可以多一個旅遊點，多一個嘅新地標。主席，本人係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同埋所有修正案。多謝。